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黃啊。今期同大家介紹嘅呢個單位呢，就119平方4房啊，2次嘅戶型嚟嘅，好大嘅一個單位。咁先從入門處呢邊俾大家睇睇。入門口呢邊啊，就擺咗個鞋櫃喺呢一個位置噶啦。過翻嚟少少，呢邊飯廳。飯廳呢就擺咗張4人嘅圓形餐台喺呢一度嘅，空間呢都仲係好闊落㗎。入翻嚟廚房。廚房呢邊一個 L 字形嘅間隔，呢邊有一個3筒雪櫃喺度啦，都仲有好充足嘅空間。抽油煙機、煮食爐同埋呢個消毒碗櫃，有一個輕度嘅使用痕跡啊。呢邊一個雙水槽星盆啦，望出去呢個有兩扇嘅明窗。出翻嚟客廳啦，客廳呢邊嘅開間咧，足足有4米嘅，非常之闊啊。呢邊配備咗張雙人梳化喺度咧，有茶几、電視櫃。同埋一台65寸嘅電視機已經配備好啦。出嚟陽台呢邊有個洗衣機喺度啦，俾大家睇到個陽台呢邊嘅空間。咁佢呢邊陽台咧就朝南向嘅，望出面望呢個內花園啊。咁因為對面嘅話咧有其他嘅樓棟喺度，所以景觀咧就一般般啦。再入翻去休息區俾大家睇睇。先嚟到呢邊第一個房間，呢邊有一張5尺床喺度啦，隔離已經配咗個衣櫃啦，做到係單邊落床嘅。公共衛生間嘅位置，鏡櫃、洗手台、馬桶同埋呢個淋浴區。嚟到呢邊第2個房間，呢間房就做咗個書房喺呢一度，一個空間。呢邊第3個房間，呢間房都係一張5尺床嚟嘅，隔離有個衣櫃喺度，做到係單邊落床嘅。最後就嚟到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就比較大啲，一入門口呢邊咧就有個擺咗衣櫃嘅位置喺度啦。呢邊套間，鏡櫃、洗手台、馬桶同埋呢個淋浴區。好大啊！佢成個呢個套間嘅呢個空間。再嚟翻呢邊，呢邊係擺咗張5尺床喺度啦。其實呢個位擺張6尺床咧都完全冇問題嘅，3邊落床，因為佢衣櫃呢係擺咗喺呢一邊嘛，成個房間嘅空間都好大。咁而家呢一個4房單位咧，業主放租就係3200一個月嘅。價錢上嚟講咧，都性價比算係唔錯嚇。喺呢個屋苑，因為又夠新淨，3200可以租個4房，係啦。不過咧，老實講，景觀咧就可能一般般嚇，但係勝在夠大，戶型都夠市正嘅，傢俬又全部齊備。咁如果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 call 我攞更多資料㗎，或者關注我，我分享更多樓盤資訊俾大家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